或者知識回應今次嘅話題咧，曾俊華所發表嘅內容咧，我八成聽唔明，唔明解原因係乜嘢？第一，你自從領匯回購或者協助房署管理全香港所有商廈，就係廉租屋轄下嘅小規模嘅合眾攤位之後咧，以強加管理費為名，講住已經喺香港生存已久嘅小商戶，逼遷到更遠嘅地方經營。講真講句啊，除咗退稅同埋減稅咗啱之外，既然今年再派6000蚊、7000蚊、8000蚊嘅話，如果人派1萬蚊嘅話，反正全世界啊十你。因為今年7月咧，特區政府換屆，唔知到時未來邊一個被欽點為做特首，我哋但全香港市民都唔知，我哋唯有全香港市民上街抗議，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之外咧，最重要就係我哋要求咧，就係已經脫離咗綜援嘅 N 無人士咧，給予自己更新機會。除咗係學習啦，最重要有個實戰機會。當然，去圖書館，當然到圖書館只係用互聯網係一個方法，但是小弟曾經到圖書館只係用互聯網同其他嘅外國公司做合作嗰陣時咧，有一部分咧寫住咧就係此網站不宜開啟含有 game 嘅成分 ，game 即係競賽唔係遊戲成分。點會競賽遊戲咧？例如攝影討論啊、科技討論啊，或者係學術討論，都話 game。但是小弟啊，希望咧今年嘅特區換屆會希望能夠再妥善一啲嘅。最重要就係我希望要求啊，用我哋全香港納稅人所交嘅款項啊，回購西稅，即係利用香港庫房回購翻香港西稅，呢一個係唯一比較上可行嘅有效辦法。我橫觀未來啊，香港嘅發展包括未來嘅公營房屋供應啊，同埋新嘅碼頭落成啊，東隧減價係應該嘅，何況西隧？最重要回購西隧之後啊，將衍生出嚟嘅經濟成本效應咧係重建翻啦，可以協助西區嘅經濟發展。除咗西區嘅藝術發展之外，最重要就係帶動未來嘅香港服務業嘅發展，唔一定係百佳啊、萬寧啊、惠康嘅城市，例如我哋可以利用我哋香港過往所賺取嚟得稅嚟支持本地嘅小商戶經營，包括創業機會或者創意產業。多謝各位。